各位午夜怪談嘅聽眾，大家深夜好，又係我。今晚請大家準備好你哋嘅心臟，因為我哋要講嘅係香港歷史上一頁最血腥、最沉痛嘅檔案。1985年嘅4月20號啦，呢一日係一個星期六，天氣好好，陽光普照啊！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咧，呢個只係一個普通嘅週末，但係對於一對年輕嘅情侶嚟講，呢一日係佢哋生命嘅終結，亦都係一場纏繞香港幾十年噩夢嘅開始。男死者叫 Kenneth McBride， 17歲；女死者叫 Nicola Myers， 18歲。佢哋兩個都係港島英童學校，即係依家嘅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嘅學生，郎才女貌，品學兼優，前途一片光明。嗰日下晝，佢哋同好多學生一樣，為咗應付將近嘅考試，相約一齊去溫書。佢哋選擇嘅地點就係港島東區嘅寶馬山。寶馬山環境清幽，可以俯瞰維港景色，係好多人行山拍拖嘅好去處。佢哋大概點都估唔到呢個睇落咁平靜優美嘅地方，轉個頭就會變成佢哋嘅葬身之地。佢哋行上一條比較僻靜嘅山路，揾到一個舒服嘅位置，就開始溫習陽光、微風、書本同埋身邊嘅伴侶。本應係一幅最美好嘅青春畫面，但係佢哋唔知道喺附近嘅草叢入邊有幾對充滿惡意嘅眼睛，已經靜靜雞咁望實咗佢哋好耐。呢幾個人係5個由屋村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嘅同黨，為首嘅叫彭信義，當年只有24歲，但係已經係一個心狠手辣嘅慣犯。其餘4個年紀都只係得16、17歲。佢哋上山嘅目的唔係行山，而係去揾獵物、去搶劫。當佢哋見到呢一對外籍情侶嘅時候，喺佢哋眼中見到嘅唔係青春，而係肥羊。佢哋覺得外國人一定好有錢，於是一場毫無人性嘅襲擊就咁樣展開。呢5個同黨手持住木棍同水喉通，由草叢衝出嚟，將 Kenneth 同 Nicola 重重圍住。起初佢哋只係想求財， Kenneth 好合作，將身上所有嘅錢都交晒出嚟。但係呢班惡魔並冇因為咁而滿足。悲劇嘅導火線咧，係因為佢哋對 Nicola 起咗色心。Kenneth 見到自己嘅女朋友被調戲，出於一個男仔保護伴侶嘅本能，佢奮力反抗，而呢個反抗就徹底點燃咗呢班同黨嘅獸性。跟住落嚟發生嘅事，我唔打算喺度巨細無遺咁描述，因為實在太過殘忍，亦都係對死者嘅一種唔尊重。我只可以話嗰個下晝喺寶馬山嗰個僻靜嘅角落發生嘅係一場持續咗好幾個鐘嘅單方面嘅虐待同埋屠殺。Kenneth 為咗保護女友被活活打死，佢全身嘅骨頭幾乎冇一條係完整嘅。而 Nicola 喺目睹男友慘死之後，亦都遭受咗慘無人道嘅輪姦同虐待，最後同樣被殺害。佢哋嘅屍體就咁樣被拋棄喺荒山野嶺之上。一個陽光充沛嘅下晝，兩個對未來充滿憧憬嘅年輕生命，就用一種最痛苦、最屈辱嘅方式畫上咗句號。呢一份極度嘅痛苦、恐懼、不甘同埋怨恨，就成為咗一個最惡毒嘅詛咒，深深咁烙印咗喺寶馬山嘅泥土之上，為日後所有嘅靈異傳聞寫下咗第一個血紅色嘅音符。2日之後，一個晨運客喺寶馬山配水庫附近發現咗佢哋嘅屍體，案件被揭發，震驚全港。由於案情極度兇殘，警方將呢一單案列為頭號大案，派出大量警力，成立專案小組，代號 Operation Braemar， 誓要將兇徒繩之於法。但係案發現場喺荒山野嶺，冇人證，線索亦都好少，警方嘅調查一度陷入僵局。成個香港都籠罩住一片愁雲慘霧，市民人心惶惶，尤其係住喺港島區嘅居民，夜晚根本唔敢出夜街。就喺警方束手無策嘅時候，一個關於冤魂指路嘅傳聞就開始喺警界內部不成而走。呢個傳聞呢，有幾個唔同嘅版本，但係最廣為流傳嘅一個呢，係咁樣嘅話說，當時負責呢單案嘅其中一位警官，佢嘅太太有一晚發咗個好奇怪嘅夢。喺夢入邊，佢見到一個滿身鮮血、不斷飲泣嘅外籍少女。個少女喺夢入邊冇講嘢，只係用一對充滿哀怨同悄悄疑嘅眼神望住佢，然後就不斷咁指住佢屋企台面上面嘅一本家庭相簿。警官太太第2日起身之後，覺得個夢好真實、好心寒，於是咧就同佢老公講。個警官起初都唔係好信，覺得只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但係佢太太堅持
話個女仔嘅樣同報紙上面登嘅女死者 Nicola 好相似。喺太太嘅催促之下，個警官半信半疑咁拎起咗嗰本家庭相簿，佢一頁一頁咁揭，都係啲普通嘅家庭生活照，冇咩特別啦。正當佢想放棄嘅時候，揭到其中一頁係佢哋一家人同埋一班朋友喺一間屋村嘅樓下影嘅大合照。就喺呢張相嘅背景入邊呢，有幾個遊手好閒嘅後生仔喺度食緊煙，望住鏡頭。其中一個樣同警方根據線索勉強勾勒出嚟嘅其中一個疑犯嘅拼圖有幾分相似。個警官當堂嚇到成個人彈起，佢即刻將呢條線索帶返警署，再根據箱入邊嘅地點同埋人物順藤摸瓜咁去追查。結果就係因為呢一張相，警方成功鎖定咗其中一個兇徒嘅身份，然後再透過佢將其餘4個同黨一網打盡。另一個版本就話係女死者 Nicola 報夢，俾佢喺英國嘅媽媽話出兇手嘅特徵，甚至係佢哋嘅名。佢媽媽再越洋通知香港警方。當然呢啲託夢破案嘅講法，從來都冇得到官方嘅證實。警方最後公佈嘅破案關鍵係話透過一個秘密證人嘅線報，但係呢個靈異嘅傳聞喺民間流傳得更廣，亦都更加深入民心。好多人寧願相信係因為2個死者嘅怨氣實在太重，冤魂不散，所以先會用呢種超自然嘅方式去引導警方破案，為自己討返一個公道。呢個傳聞亦都為寶馬山嘅猛鬼故事拉開咗序幕。兇手雖然已經落網，但係寶馬山嘅故事並冇完結。相反，佢最恐怖嘅一章先至正式開始。案件發生之後，寶馬山就成為咗香港一個著名嘅兇地。以前好多中意去嗰度拍拖談心嘅情侶都唔敢再上去。而關於嗰度嘅靈異事件呢，亦都開始好似雨後春筍咁樣不斷咁湧現嘅。其中最出名、最經典嘅一個呢，就係巴士上嘅哭泣少女。傳聞啦，喺案件發生之後嘅一段時間啦，有啲深夜收工嘅巴士司機，特別係行駛港島北角寶馬山一帶路線嘅，例如舊時嘅25號線啦，或者係一啲紅色小巴，都經歷過啲好恐怖嘅事。話說喺一個落住毛毛雨嘅深夜，一個巴士司機揸住尾班車由中環開去寶馬山，架車上面乘客已經唔多，得返小貓3、4隻。當架車駛到去天后廟道，準備轉上寶馬山道嘅時候，係一個比較暗嘅巴士站。個司機見到有一個女仔喺度揮手截車。個女仔睇落好後生，係一個外國人，着住一身白裙，成個身濕晒，披頭散髮咁，好似好狼狽。司機見佢咁慘，於是就開門俾佢上車。個女仔上咗車之後，一句聲都冇出，低住頭就咁行咗去巴士嘅上層。司機當時都冇為意，繼續開車。過咗一陣，喺倒後鏡度，個司機見到上層有乘客落緊嚟，準備喺下一個站落車。但係佢留意到嗰個乘客落到嚟，個樣都好驚，面青青咁，好似見到啲咩恐怖嘢一樣。有啲人仲要頭都唔回，一落車就跑走。個司機覺得好奇怪啦。到咗總站，所有客都落晒車之後，佢就要例行咁上上層檢查下有冇人漏低嘢。佢行上樓梯，一上到去呢，就聞到一股好濃嘅血腥味。佢心入邊打咗個突。佢行到去車尾，就見到喺其中一個座位上面留低咗一大灘水跡定係淚痕，總之成個位都係濕嘅。而最得人驚嘅係喺座位嘅旁邊，佢見到有幾張濕立立嘅陰司紙。個司機當堂嚇到腳都軟埋，即刻跑落車。另一個版本就話個女仔係坐喺下層，個司機喺倒後鏡見到佢全程都係低住頭，個身不斷咁震，好似喺度嗌緊。但係當架車返到總站，個司機回頭一望，個位已經空咗，個女仔唔知幾時已經消失咗，而佢坐過嘅嗰個位就係留低咗一灘唔知係水定係血嘅液體。第二日，個司機喺錢箱入邊發現當晚收嘅錢多咗幾張陰司紙。呢個巴士哭泣少女嘅傳聞咧，流傳得非常之廣，好多人都相信嗰個女鬼就係慘死嘅 Nicola， 因為佢死得太過不甘，太過痛苦，所以佢嘅靈魂就被困咗喺寶馬山一帶，每晚就不斷咁重複住佢求助無門嘅狀態，希望有人可以幫到佢，或者係聽下佢嘅冤屈。除咗巴士傳聞，案發現場即係寶馬山上面嗰個配水庫附近嘅山坡，更加成為咗一個生人勿近嘅禁地。雖然事隔多年，
但係關於嗰度嘅怪事，從來都冇停止過。有好多中意夜間行山或者係一啲唔信邪嘅年輕人啦，專登喺夜晚去嗰度探險啊。結果好多都嚇到魂飛魄散咁走翻落嚟。最多人講嘅呢，就係喺案發現場附近會聽到啲唔屬於呢個世界嘅聲。有啲人話會好清楚咁聽到有女仔用英文喺度嗌，把聲好淒厲、好絕望，不斷咁講 Help me, please help me。但係當你拎住電筒循住聲源揾過去嘅時候，啲聲又會突然之間停咗，周圍一片死寂，咩都冇。又有啲人話會同時聽到男女嘅聲，除咗女仔嘅喝聲之外，仲會聽到一個男仔用一種好溫柔但係又好無力嘅聲，好似喺度安慰緊個女仔講 Don't be afraid, I'm here。但係呢兩把聲都係空氣中飄嚟飄去，你根本揾唔到佢哋喺邊度。更加恐怖嘅係有啲情侶咧，專登去嗰度挑戰膽量。佢哋話當佢哋行到去案發地點附近嘅時候咧，會突然之間感覺到氣溫驟降，好似突然之間由夏天去到冬天咁。然後佢哋會感覺到有一種好強烈嘅被監視感，好似草叢入邊有幾對充滿惡意嘅眼睛喺度陰森森咁望實你。有啲人仲會聞到一股好濃嘅血腥味啊，或者係屍體腐爛嘅臭味啊。呢啲氣味都係突然之間出現，又突然之間消失，完全冇辦法解釋。有一個流傳得好廣嘅經歷，係話有一班大學生10幾個人一齊去寶馬山搞 night walk， 行到半路，其中一個女仔突然話好唔舒服，頭暈想嘔。佢啲朋友咧就扶佢去旁邊休息。點知個女仔坐低之後咧就開始講啲胡言亂語。佢用一種好奇怪嘅唔似佢自己嘅聲，不斷咁重複一句英文 Why did you do this to us? It hurts. It hurts so much。佢啲朋友嚇到即刻想拉佢走，但係個女仔突然變得好大力，點都唔肯走。最後要幾個男仔夾手夾腳，半抬半背咁，先至將佢帶落山。據聞個女仔之後大病咗一場，成個禮拜都發高燒，仲要揾師傅問米先至好返。呢啲無數嘅親身經歷，都好似喺度印證緊同一件事。Kenneth 同 Nicola 嘅靈魂從來都冇離開過寶馬山。佢哋嘅怨氣已經同嗰度嘅一草一木融合咗埋一齊。佢哋唔係想害人，只係不斷咁喺度重演緊佢哋臨死前最痛苦、最無助嘅一刻。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咁嗰5個喪盡天良嘅兇手最後下場係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5個兇徒最後全部被判罪名成立。為首嘅彭信義同另外2個成年嘅被告被判處死刑。但係因為當時香港已經廢除咗死刑啦，所以佢哋自動被改判為終身監禁，而另外2個未成年嘅就被判等候英女王發落。但係法律上嘅懲罰並唔代表呢件事嘅完結。喺靈異嘅層面，關於呢班兇徒嘅報應，亦都成為咗呢個傳說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據聞呢幾個兇徒呢，即係喺赤柱監獄服刑嘅時候嘅精神狀態一直都好差。佢哋唔係因為後悔，而係因為佢哋晚晚都瞓唔到覺。有啲當時喺赤柱做嘢嘅懲教人員私底下流傳，話呢幾個兇徒經常喺半夜3更喺自己個倉入邊大叫救命。佢哋會話見到嗰2隻嘢翻嚟揾佢哋。佢哋話會見到一個冇咗半邊面、全身骨折嘅男人，企喺倉嘅角落頭，用一對冇眼珠嘅眼死死咁望住佢。佢哋又話會見到一個全身赤裸、不斷流血嘅女人喺天花板上面爬，然後將個頭180度咁轉過嚟對住佢哋笑。佢哋晚晚都喺呢種極度嘅驚恐之中度過，搞到精神崩潰。有啲人要長期接受心理治療，有啲人甚至喺倉入邊試過用各種方法自殺。雖然呢啲講法同樣冇辦法證實，但係喺好多市民嘅心目中，呢個係一個惡有惡報嘅最好證。佢哋覺得就算人間嘅法律冇辦法判佢哋死刑，但係嚟自另一個世界嘅制裁先至係最恐怖，亦都係最公平。呢啲慘死嘅冤魂，佢哋嘅怨氣唔單止停留喺案發現場，更加係好似一個追蹤器咁。跟住呢班兇手去到天腳底，都要佢哋為自己做過嘅事付出代價。寶馬山雙屍案係香港人一個集體嘅創傷，佢嘅殘酷超越咗好多人嘅想像，而佢衍生出嚟嘅靈異傳說之所以咁深入民心、咁歷久不衰，正正就係因為呢啲傳說某程度上係我哋呢個社會處理呢份巨大創傷嘅一種方式。我哋希望有託望破案，因為我哋渴望公義得到彰顯。我哋流傳巴士哭泣少女嘅故事，
因為我哋對死者抱有無限嘅同情同埋憐憫。我哋相信仇失報復，因為我哋堅信天理循環，報應不鎖。今日咧，寶馬山依然係一個行山熱點，但係咧，相信每一個知道呢段歷史嘅人啦，當你行到去嗰個配水庫附近嘅時候咧，你嘅心入邊咧，或多或少咧，都會有啲唔一樣嘅感覺。你可能會覺得嗰度嘅風吹得特別凍，你可能會覺得嗰度嘅雀仔聲都好似靜咗啲，你可能會不其然咁諗起喺30幾年前喺同一片藍天之下，曾經發生過一場點樣嘅人間悲劇。究竟嗰度係咪真係有鬼，定係所謂嘅鬼其實只係我哋呢個城市對於呢段黑暗歷史一份無法磨滅嘅集體記憶？嗰份心寒嘅感覺究竟係嚟自超自然嘅力量，定係嚟自於我哋對於人性可以有幾邪惡嘅一份恐懼？我哋冇答案，或者呢個問題亦都唔需要一個答案。好啦，今晚午夜怪談關於寶馬山嘅不識怨魂嘅分享就到呢度。呢個故事好沉重，希望冇嚇親大家，但係更加希望能夠令大家對生命有一份更加深嘅敬畏。多謝各位嘅收聽。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記得訂閱同埋分享。我哋下次午夜怪談再會。